在个新闻要来关心南台湾的乡亲，提醒南台湾的乡亲来注意，计程车车钱要起价啊！高雄甲台南呢已经14年无调整过计程车的费率，所以讲考虑这1年来，基本工资已经调过几啊摆，民生物价的波动，各项物件拢起，加上这运将因为生理车歹走，生活压力是愈来愈大，所以讲交通局表示讲，为明年1月27开始要实施新费率，起跳价为本来85块1公里半，调整为1公里过250公尺，继续调继续嘛，由本来250公尺跳150块银，到为200公尺跳100。14年拢无调整过，高雄市和台南市的客运车费率为明年1月27开始确定要起价，起跳计效为1.5公里的85块。小林线起跳的计效每250公尺，加做200公尺加收5块，对运将来讲，拢感觉袂歹。啊，你啊长城累积有怎样给做好啦？稍微调整哦，会改善我们一点的生活啦，应该是有点帮助啦。以台南市来讲，若是位火车头坐去花园夜市，会为原本的115块变做125块；若是位火车头坐去安平老街，就是175块，起源到超200。啊，若坐6公里内，平均会调差不多9%。其实也是不小了，因为这样子涨的话，是我们预料当中的事情呢，也没办法怎么接受了。该做的时候还是要做，不然怎么办？台南市交通局讲，考虑到真侪年来基本工资和民生物价调真侪摆，所以才会调悬客运车的费率，让运将袂感觉生活有压力。那我想在这样合理的调整之下呢，可以兼顾司机的生计，让他们的收入有实质的改善。提前客运车的驾驶跳表爱紧收证，后摆民众坐客运车，若是发现有超收车钱，无照跳表伫咧行，或者是细路，容易让提出申请来维护家己的权益。